疫情之後，網購變咗日常，但你知唔知背後涉及幾多技術？電子商貿即係 e-commerce，簡單講就係透過互聯網做買賣。第一種模式係 B2C，即係商家對消費者，好似 HKTV Mall 同 Amazon 咁。第二種係 B2B，商家對商家，例如阿里巴巴主要做大批發。第三種係 C2C。消費者對消費者，即係大家常用嘅 Carousel 啦。網購當然要俾錢，背後靠信用卡加密同 FPS、PayMe 等電子錢包。交易數據點樣保密？全靠 SSL 同 TLS 加密技術鎖住你嘅私隱。仲有數碼證書用嚟驗證網站身份，確保你唔會去錯假網站。買完嘢想知幾時到？物流追蹤系統就可以實時更新件貨嘅位置。網購好處多，全天候24小時運作，選擇多，仲可以輕鬆格價添。不過缺點就係睇唔到實物，退貨麻煩，仲要小心網絡詐騙風險。了解電子商貿嘅運作同風險，係我哋必備嘅現代數碼素養。